明仔载5日节，关怀演艺人员基金会举办餐会，慰劳资深的艺人，有400多人来参加。康宏第一届参加资深艺人餐会，特别上台唱一首歌，炒热气氛。关怀演艺人员基金会第5日节的正式特别举办餐会，包括国宝级的艺人，已经是高龄91岁文下，加金马影帝陈尚勇，有大约400位资深艺人参加，热力滚滚，现场亲像大型的同学会。大哥大姐们，你们的这个福利权益，我们文化部真的是非常的搞纲，非常的支持。这些烦恼的背后，心情嘛有淡薄沉重。制作人皮石头，艺人好一行，连续破病过身，无度过5日节，因而拢会参加马鲁龙嘛传出病危的消息，好艺人真不住感叹。今天感冒，我也去打针。哦，不管怎么样，这3节能跟这些老朋友聚会，我一定要来。等一下完了，我们剧场完了，我就会去看他了。资深艺人每一届参会，拢有见一届减一届的想法，虽然真感慨，嘛特别珍惜这一档3节，甲老朋友会面的机会。